讲讲讲，导师睁眼在手，人人希望无穷。只要你懂星座，人际关系不出错。火象星座总是给人活力充沛的印象，而 Gimbally 的主角可以说是火象星座的代表，热血 Power 牡羊座，耶！牡羊座性格直来直往，即使犯了错也绝不扭捏，会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。亚哈提奶红这个垃圾是谁丢的？如果是真正的牡羊座，就会主动承认。慢该，这是哪来的垃圾？俺亚显不以 Aries 之名，牡羊座的荣耀争霸战开打，直率又火爆。瑞瑞，是你对就快承认啦！爸爸，你常常忘记倒 T-Sep 才会满珠兰掉在地上。我不是忘记倒，是因为懂猛汗，所以要累积到一定的量再倒。哼，哪像你都使唤别人帮你倒，够烂！我烂，搞清楚，现在垃圾桶满了的是你耶！满了吗？啊！你看我一拱，看到了就不会顺手丢一下吗？竟敢来 T-Sep，自己想办法丢啊！我有这么不丢吗？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，我拿去丢就好了。我还没讲完，你不准拿！不好意思，AI 就是不小心掉的。别打了！活力十足，行动力超强。妹妹，你看这里好像懂火了，想去？好啊，想要哪时候去？呀哈！可是，行李我都帮你准备好喽，走喽！耶，出发完喽！呀哈泡色，哇，这个冬天里小屋，统统买起来！合着手，哎呀耶！再来一张！耶！真性情不记仇。咕噜！咦，你们两个和好啦？我们又没有吵架，爸爸只是比较机车，又没有什么好吵的。好哦。牡羊座的他有时热血过了头，好像做什么都很冲动。不过 Kiss 这样直率的性格正是他们最大的优点哦。虽然脾气稍微火爆，但不记仇又坦诚的他们，如果能够跨过情绪起伏的难题，你给我们改！到底能不能顺利跨过难题呢？Gimbally的讲就都要哦。爱黑公公，我们下周见！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小铃铛，讲，下次见。